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无法度有心，竟然是子宫肌瘤在作怪。台湾成年的女性得到子宫肌瘤的几率真高，每3个到5个都有1个会得。台中一个35岁人妻结婚要生囝，拼10年，拼无就是拼无。看医生才发现讲，子宫生一粒像柑仔遐尔大粒的肌瘤，开刀甲清掉，总算顺利有生。医生讲，女性的生肌瘤，甲生活作息、甲食食拢有真大的关系。若是月经来势会真痛，也则是血量真大，阁会较热，都要注意。这真有可能就是子宫肌瘤在作怪。双胞胎啊！产妇期待囡仔来临，台中一个35岁妇人人嘛真想要有心，因为拼10年拢无小心。照超音波发现讲，子宫内面有一粒敢若柑仔遐大的肉瘤。子宫肌瘤开刀摘除会增加受孕的几率。手术后，这个妇人人才顺利有生。另外，还有一个20几岁小姐，因为月经未顺，唔是有生，腹肚却是真大粒。超音波一照，发现腹肚内面有25粒的肉瘤，上大粒的8公分。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肌瘤，只有大概1000个里面嘛，不到1个到3个会变成恶性的变化。医生讲，台湾每3个到5个女性有一个有子宫的肉瘤，这是良性的肿瘤。伊的原因可能是颈椎遗传、无正常的生活习惯。也阁有正路的食伤济，少吃含荷尔蒙含量高的食物，尤其是动物性的荷尔蒙比如说一些虾子啊。医生提醒讲，子宫肉瘤真高阁压起来，你若发现讲大概月经拢会足痛的，血量较大、较热、较高欠血，也是讲唔是有心，腹肚却是真大粒，都要提高警觉，真有可能是子宫肉瘤伫作怪。